柳营尖山比度假村热心公益，清清知影台湾有真侪智能障碍者需要社会帮助以及关怀。为了让更侪人会当关注到智能障碍者的需求，尖山比度假村今年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台南市私立联心园慈善基金会，伫咧11月10号办理“爱在尖山皮连心半年行”社会关怀活动，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期待有更侪人会当发挥爱心。爱在尖山皮连心半年行最主要这样办这个活动，最主要是说我们跟这个连心园社会福利基金会来办理。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连心园这边有很多比较智能、比较有障碍跟有点独居的老人那他们需要受到社会大众的一个关注。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透过媒体的一个传送，让社会大众了解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需要我们来帮助他来协助他。连心园也颁发感谢状，感谢尖山比度假村对着韩万里的热心关怀。非常感谢咱尖山比伫咱丁总经理带领之下，互咱连心园科技中心的医生甲工作同仁来遮接受因的招待，各医院因咱非常欢喜这样的方式来饭菜来招待咱的科技中心的医生甲工作人员，而且亲身代表连心园基金会，向咱总经理甲咱尖沙咀台层所有工作同仁致最大的感谢。连心园的大名不只来到度假村踏青认识生态，也享用了丰富的大餐，度过一个欢喜趣味的上午。连心园基金会为了让大名会当自食其力，特别设立庇护农场，生产无毒的蔬菜，佮带领韩万里制作中秋礼盒，以及紫苏梅顶伴手礼。连心园基金会以及尖山比度假村也欢迎各界人士团体采购，以实际行动来帮助弱势团体。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